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5篇第1到15节，约伯记第11章1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0到16节。今天的主题是不弃不舍。对于约伯的3位好朋友来说，牧师概括来讲他们是最佳损友。这个最佳损友的最佳其实是他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即便是如此，这3位朋友还是真心的啦，就是说虽然是损友，从约伯受难之后呢，就陪在他的身边，也就是这3位。尽管说话并不是非常的得体，但至少他们都是非常忠心的朋友。当约伯遇到苦难、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不离不弃，随时在旁。他们的说话至少能够引起在哀痛当中的约伯能够多多的思考，避免约伯沉浸于哀伤之中而不可自拔。如同昨天的那一位好友述亚人比勒达，今天的拿玛人所法某部分也说出了真理。第5节他说，但愿上帝答复你，愿他开口驳斥你，他会把智慧的奥秘指示你，有些事太深奥，人无法了解。上帝对你的惩罚还不及你所应得的呢。你能了解上帝的奥秘吗？你能彻透全能者的计划吗？他像天空无边无际，你无能为力；他像阴间那样深远，你一无所知。他浩大，比地更宽，比海洋更深广。如果上帝要拘禁你、审判你，谁能阻止他呢？他知道谁是虚伪的人，他看清他们的恶行。野驴生来就会驯服吗？无知的人无法变成聪明。约伯啊，你们要存心正直，你要寻求上帝，要彻底清除那污染你的邪恶，不要让不义滞留在你家，这样你就能无愧地面对世界，坚定不移，无所惧怕。你将忘记一切的祸害，它会像流水一样从你的记忆当中消失。你的人生都将比正午的阳光明亮，虽有黑暗，仍然像清晨一样。你将享受安全，充满希望。上帝要保护你，使你安宁。你躺卧不怕有敌人。许多人要来向你求助，但邪恶的人左右观望，找不到逃避的出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死的临到。是的，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答案，才是约伯真正的答案。只有谦卑主前的人才能够看到救恩，这是我们最近常常在说的。当然，如果约伯的心灵是健康的，那么这些话对他来说他就听得进去。但是在面对这样苦难的一个人约伯而言，的确要接受是不容易的。因为如同那个想要走在水面上的彼得一样，这个时候他的眼目所看到的都是风浪，却看不到对他不离不舍的、不弃不舍的上帝。我们之前曾经分享保罗，他提到这个结婚或是
独身不结婚的这样的概念。那今天的接续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夫妻的关系，保罗所提到的。他谈到了信主与不信主的结婚的事情，也直接回应了原本有很多人都错误引导保罗另外一处的教导，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很多人把这个直接套用在不跟未信的人结婚其实是错的保罗并不是反对与不信的人结婚，可是他非常的坚持，必须要有那种不离不弃的生命态度。今天的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提到了，他说，对其他的人我自己也有话说。如果一个信徒已经娶了非信徒做妻子，而妻子愿意继续跟他一起生活，他就不可以离弃妻子。如果一个女信徒已经跟非信徒结了婚，而丈夫愿意继续跟她一起生活，她也不可以离弃丈夫，因为那没有信主的丈夫是因信了主的妻子而蒙上帝悦纳的。同样的，那没信主的妻子也是因信主的丈夫而为上帝所悦纳的。要不是这样，他们的儿女就不算是蒙悦纳了吗？事实上，他们都是上帝所悦纳的。保罗他坦诚这个话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启示当中所领受的。婚姻的关系必须是像这样的不弃不离的决志，即便是会遇到困难，在婚姻当中会有软弱，会有错失，在爱里必须要能够彼此坦诚，要能够彼此认罪悔改，要能够互相的接纳，不离不弃的这样的关系。现代人对婚姻的看法却是跟这个真理的原则是相违背的。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婚姻制度改为登记制之后，人们对婚姻的重视则越来越薄弱。轻易的登记结婚，也可以随意的登记离婚。这样誓约性变得非常单薄的时候，彼此的尊重也相对的减低了。虽然不可否认的，任何一种婚姻的制度形式都可能产生所谓的怨偶或是离婚，但若不重视誓约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其实会更为严重。在信仰上面，我们都要求上帝对我们不弃不舍。诗人祷告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如果这个是基督徒的祷告的时候，那基督徒不也需要如此吗？我们必须要学习或是觉知不弃不离不舍，对夫妻或是双方的关系，或是对兄弟姐妹吗？愿上帝帮助我们。最后，我们再用诗篇55篇第1节到15节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祷告。上帝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不要躲开不理我的祈求。求你垂听我，回答我，我因焦虑而疲乏不堪。仇敌的恐吓，恶人的逼迫，都使我烦乱不已。他们把灾难加给我，
他们向我发怒，憎恨我。我心充满痛苦，死亡的恐怖击碎了我。惊慌战栗抓住了我，恐怖笼罩着我。我切望有翅膀，像鸽子一样，能飞去寻找栖息的地方。我要飞到遥远的地方，投宿在荒野间。我要赶快为自己找避难所，好躲避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变乱敌人的口音。我看见城里有暴动骚乱，他们日夜在城墙上巡行，到处充满着罪恶灾难，到处有破坏，街上全是欺压和诡诈。若是仇敌作弄我，我还能忍受；若是对头向我夸口，我还可以躲避。想不到却是你，我的同伴，我的知己，亲密的朋友。我们彼此有过亲密的交谈，我们曾一起到圣殿敬拜过。愿死亡突然临到我的仇敌，愿他们活活地坠入阴间，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内心都充满邪恶。